大家早，今天是11月28号星期五。昨天呢就感恩节，所以没有开盘。今天呢就会提早的比较半天的交易，所以今天呢就应该交易的变动就不大的。现在呢开盘2个小时，所有指数都是些许上涨，可以算是呢就延续放假之前的升势的。放假之前呢，已经连续涨了4天了。放假之前呢，道琼斯涨315点，涨0.67%；S&P 涨47点，涨0.69%；Nasdaq 涨189点，涨0.82%；Russell 2000小型股涨20点，涨0.82%。所以呢，经过几天的上涨以后呢，这些所有指数呢已经 recover 恢复了先前跌的这个大部分这个跌幅的了。比方说 S&P 呢，先前做了这个历史新高6890。然后先前星期三收盘的时候是6812，其实差了70多点，大概只有1%。所以今天的话呢，几个指数开盘2个小时都还是涨的。那道琼斯最好的时候呢，曾经涨309点，大概呢就是0.7%，就是现在这个时间4个指数都是差不多。都说了，今天呢只有半天时间呢，所以成交呢不会很大的。今天呢就没有什么的经济数据，反而呢先前呢这个芝加哥这个商品交易所呢，这个 futures 期货那边呢有一点点小问题啊，它这个 data center 里边呢有一点的故障，所以呢曾经全球的这些期货的交易呢曾经一度呢就停摆的，现在呢已经慢慢呢已经全新recover 了。那就这几天呢，大家这个焦点呢，还是在这些先前这些劳工的数据啊，会怎么影响了联储局下一边开会的这个减利率的可能性？现在从这个利率期货市场反映了，下一次开会是12月10号，减利率的可能性呢，现在越来越高了，已经高达87%，是有可能是可以减0.25%。这几天呢，因为这个避险的情绪呢就减少了，所以变成呢就投资者都比较呢卖多一点，抛售多一点这个债券。现在所以看得到了，10年公债利率呢就价格继续下跌，利率就上涨了，永远是相反的。现在10年公债利率是报4.029，涨0.03。然后呢，就商品方面呢。今天的黄金又重新回到这个4200，现在呢是4209块7毛4，涨1.24%。油价方面呢 ，OPEC Plus 呢就会暫停明年第一季度的進一步的增產。油價的話呢，變動不大，59塊05，跌了0.08%。WTI 原油。然後呢，這個星期五呢是所謂 Thanksgiving 的 Black Friday，這個 online 的購物最厲害的應該就是 Amazon 啦，代號 AMZN 232塊5毛1，今天呢現在是可以漲1.5%，今天曾經最高漲到232塊8毛8。然後同一時間呢 ，Starbucks 呢工會呢已經說是今天這個 Black Friday 呢會有這個升級無限期的罷工protest 啊，所以估計呢是歷史上最長一個這個罷工。現在呢代號 SPUX， 現在呢是報87塊1毛，還可以漲0.46%，今天曾經最低跌到86塊4毛。好了，现在财经新闻是由华信投资顾问的 William 冯为你报道。